近年行山咧，就發覺好多山徑咧就變得浮沙碎石、塵土飛揚。加上我哋嘅氣候變化啦，其實雨水衝力越嚟越大，咁都製造咗好多水土流失嘅問題。我哋又中意行山啦，但係免不了咧，我哋嘅腳步咧都會帶走一啲嘅沙泥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條山徑襟行啲咧，減低佢嘅耗損呢？我哋係綠惜地球，係本地嘅慈善環保團體，由2019年咧開始推動可持續山徑同埋無痕山林嘅教育項目。正因為見到山徑有唔同耗損，我哋就成立咗自己山徑自己收義工隊，希望透過義工培訓，以行動守護山徑嘅同時，學習同自然和諧共處。義工喺接受培訓之後，會喺政府部門許可下參與山徑護理嘅服務，包括山徑調查、了解山徑嘅問題、討論修復嘅方法、清理山徑排水道，移除入邊嘅堵塞物，確保雨水可以順暢排走；以石欖修復小型嘅沖蝕，同埋堵截捷徑。呢啲行動都可以改善山徑上面嘅水土流失問題。有時我哋亦都會喺漁護署或者其他專業導師嘅帶領下，參與山徑復修嘅工作。咁呢度有好嚴重嘅沖蝕問題啦，咁我哋頭先沿住個山徑行咧，嗰時又揾咗啲拳頭 size 嘅石，咁就放咗落個石籃裏邊。咁個石籃就係義工朋友去積翻嚟，咁我哋就打翻結，收翻埋個袋，咁就安放喺呢度。希望咧等佢落雨之後咧，就有啲石啊解決或者去減輕呢個沖蝕嘅問題咯。破壞易，修復難，要山徑可持續使用，就需要令更加多人認識進入大自然嘅正確方法。所以綠惜地球都積極推動無痕山林工作，舉辦唔同嘅公眾活動，好似淨山、山徑導賞、無痕山林體驗工作坊等等。我哋亦都喺活動中推廣綠色盛事、減廢教育，減少垃圾留喺山徑上面嘅機會，提高大家對守護天然山徑嘅意識，實踐行山不留痕。咁喺參加咗呢個義工活動之後呢，我就學識咗行山嘅時候多啲留意山徑嘅狀況，提醒我啲行山嘅朋友唔好擅自開發捷徑，等山徑可以有俾更加多嘅人去享用。希望透過綠惜地球一系列嘅山系工作，大家學識行山不留痕，學習由使用者變成守護者，一齊去保護香港珍貴嘅大自然資源。